風雨同路，並肩前進，與君同行，途君行。好啦，與君同行第一節啊，咁啊，今日咧就有個都唔知係咪重量級嘅人咧就訪港，算唔算重量級咧？賴幸媛其實就賴幸媛麻麻地咧，麻麻地啊，咁但係即係如果講嗰個陸委會嚟講，咁都即係最大粒嗰個啦，咁啊，如果相對8年民進黨嘅執政嚟講，即係國民黨嘅即係陸委會主席主委啊，能夠嚟到香港都算係唔錯啦。咁佢將呢個中華旅行社升格啊嘛，就叫做呢個經濟同埋文化辦事處。咁其實除咗升格之外咧，另一樣嘢就係其實香港都會設立一個類似嘅相關組織一個辦事處喺台灣咁樣。咁點解今集想咁樣講咧？就其實我一路都想屌柒國民黨㗎啦，開宗明義呢一節其實就證明即係中台嘅關係正常化咯，而具體嘅表現就喺呢個中華旅行社裏邊嘅升格問題上邊。係啊，同埋你睇翻咁咪即係投降。你係咪想咁講？你上年9月嘅時候，我哋呢年去台灣都去得好密啦。咁我哋發現去嘅時候，以前仲要即係喺網上搞要俾55蚊咁樣噶嘛。咁上年開始其實已經純粹 print 張爛紙，已經可以入境啦。即係當其時已經係逐步即係開始個關係正常化又好，或者升格都好啦，即係咁去形容啦。但係其實我一路都，我記得我之前都同文遠私底下傾過，其實國民黨係笨撚柒嘅。台灣喺呢個國際社會嘅舞台上面最重要嘅角色，或者最具利用價值係乜嘢？政治上嘅角色，就係要同共產黨對着幹啊嘛，係咪先？呢個先係一路以嚟佢嗰個價值嚟噶嘛，哥。咁但係個問題咁，話說回來就係，如果你淨喺政治上硬碰，而家阿爺即係做暴發戶嘅時候，你冇理由唔喺佢身上攞下錢噶嘛？係咪先？咁台灣都噏得咗，即係10年8載啦，由呢個金融海嘯之後，即係98年開始啦，係咪？經濟係咁落下坡啦，失業率又下降啦，經濟嗰個發展亦都係可以話係停步不前。咁咪嗱咯，但係你攞錢都可以靚仔啲噶嘛，羅德，你唔使咁核突。而家喂擺明即係佢馬英九，即係成個基哥哥咁樣，即係賣咗個屎忽俾共產黨喎，大佬。其實點解唔就咁中華旅行社個即係總經理自己改咗個名，自己拉個幕咪得咯？點解要陸委會過嚟咧？喂，但係其實呢下就係致命傷嚟嘅喎。即係對台灣嘅民眾嚇，我嘅判斷咧，就係反彈嘅喎。即係你水乳交融成咁，係咪？同埋一個最大問題就係、其實即係所謂港台嘅關係咧，其實冇人會 care。即係港台關係背後就係講緊共產黨同呢個即係台灣嗰個。而家已經冇錯，應該而家冇港台關係㗎啦。係啊，冇㗎啦。即係你分析，即係香港同台灣嘅關係，其實只係一個即係表面上嘅現象。實際上嘅深層就係在於中台嘅關係。係嘛？所以今次佢嚟嘅象徵意義同埋實際嘅意義在於，就係國民黨同共產黨已經溝埋一齊一起。咪好耐啦，嗱，溝埋一齊。05年嘅時候，你記唔記得連戰同呢個胡錦濤握手嘛？跟住然後連戰就打條紅色嘅呔，胡錦濤就打條藍色嘅呔。其實嗰陣已經想作嘔嘅。咁嗰陣時即係仲係民進黨執政啦，即係當其時嗰個國共合作，其實大家都覺得即係冇咁重視。直至到馬英九上台之後，先至開始發現其實即係已經咧係台灣已經基本上成為咗中國一部分。其實我覺得我咁講係完全唔過分嘅。咁佢從來都係中國一個省嚟嘅，睇你點樣睇啫。哇！台灣人聽到啊，真係揼死你嘅，真係大佬。睇嘅啫，大佬。喂，文遠嚟。唔係咁，其實我哋有文遠喺度啊，今集。唔係，但係你最主要睇其實成個佈局，而家即係台灣傳統嘅最大後盾就係美國，但係因為美國而家要睇阿爺頭啊嘛。咁變咗最大後盾又冇乜能力啦，跟住加上我啱啱喺度坐喺度諗。會唔會同下年選總統有關呢？即係馬英九，即係而家開始即係舔一舔共嘅話，喺短期有更加多政策或者措施，即係由大陸即係基本上係俾錢俾台灣使，可能短期之內想煲好個經濟，大派免費午餐喺政治上嘅。因為咧嗰個12.5規劃嗰度咧係有計到落台灣份。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啦。
佢唔係叫 CPEC， 佢叫咩 EVA， 好似叫EVA。咁跟住你有自由行咯，因為佢睇到香港嗰個勢頭係咁啊嘛，係嘛？你知道台灣都好多小商戶㗎，係咪？我哋去親都係去嗰啲即係食街㗎嘛，係咪？係嘛？咁其實有數㗎喎。即係對台灣人，即係喺表面嗰個繁榮上面係有數嘅。即係如果你兩者之間嗰個經濟合作係更加緊密嘅時候，其實長遠嚟講，即係話晒個荷包都腫脹。嗱，唔好講原則啦，唔好講立場啦，唔好講民族問題啦，唔好講呢個省籍矛盾嘅問題啦。嗱，嗰啲係虛無縹緲嘅啫，大哥，係咪？即係情感嚟嘅啫嘛，係咪？但係唔係喎，嗱，你實際上有數喎。但係你調翻轉喎，嗱，我俾你攞數啦，着數啦。嗱，好似用香港做例子啊，即係成日以前就將香港同台灣比較啊，即係關於即係中國嗰個勢力嘅時候就話，香港嗰陣有自由行啦，即係阿爺諗住用錢真係收買到香港人啦。你調翻轉啊，你覺得成唔成功啊？唔成功。我覺得就真係一半半啦，即係我哋錢就照收，即係點講咧？食窮民建聯就標頭寫文件，即係同一食喺共產黨就繼續反共產黨。係啦，係咁樣啫嘛。係。咁既然站喺嗰個立場，咁我都係㗎。選總統，我哋都係㗎。而家啲人介紹啲股票，全部同即係中國都有關㗎。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咪啊？你都會照買㗎，大佬。問題即係頭先阿文遠講嗰個問題啫。其實對馬英九嚟講，佢真係搏一鋪嘅啫。你調翻轉你諗，因為你諗今次呢個中華旅行社升格，你估馬英九班人蠢嘅咩？即係你要咁高調咁樣去升格嘅話，佢背後一定會係有巴緊咗好多嘢㗎啦。嗱，你叫我咁做，喂大佬，我失票㗎，我真係唔掂㗎。喂，有冇啲嘢補償下，等可以安撫下啲民眾啊咁樣？我分享一個好搞笑嘅趣事，就係上次去台灣嘅時候就入戲院睇一套戲。咁睇戲之前，平時咪有啲即係廣告咁樣嘅。咁原來咧政府即係台灣政府 Wang 咧喺電影之前賣佢哋自己啲廣告。咁一睇嘅時候咧，已經係講緊一樣嘢就話。我哋即係國民黨嘅政府咧，就好盡力咧，係將呢個台灣咧融入呢個國際舞台。咁我哋咧嚟緊咧係會爭取更加多嘅簽證嘅待遇咁樣。咁今日咧就有單新聞就講啦，賴幸媛咧就即係放風就話，希望咧香港就俾台灣嘅居民咧就免簽證啦咁樣嗰啲。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步驟嚟嘅咋。嗱，即係對於台灣嘅民眾，某程度上台灣嘅國際空間喺現實世界上嚇，即係唔係講唏噓喺度嗌口號嘅時候咧。都係要睇共產黨面色。咁所以咧嗱，香港一定得啦，阿爺話事嘅啫嘛，免簽證。其他同中國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邦交嘅國家同樣地，可以放佢一馬噶嘛。係啊，係咪先？係嘛？阿爺俾咗咁多即係 subsidies，係咪？俾咗咁多即係援助，咁咪透過呢個機會，俾埋台灣人咯。係，因為08年之後咧，其實台灣去歐洲嘅國家咧已經係免簽證嘅，即係英國啊、法國啊、奧地利啊嗰扎全部都係免簽證嘅。即係嗱，我好有理由相信同你頭先個講法有關，就係阿爺放你一馬，俾你一個免簽證嘅空間，你先至可以即係去到世界各地。同埋對阿爺嚟講都好 comfortable 嘅，係咪？即係佢收買台灣人嘅民心啫嘛，係嘛？我唔係癲狗嚟嘅，雖然佢經常做啲癲狗嘅嘢，係咪？咁就你繼續係同佢打硬仗。搞唔掂台灣人，咪打軟工咯。雞髀打人牙較軟啫嘛，呢個講法就係。但係佢都係搏一鋪嘅啫喎。嗱，假設馬英九選舉輸咗啦，我仆街啦。咁點啊？收翻咯。亦都唔係喎，係喎。如果馬英九輸咗，民進黨唔通將個旅行社降？我就係諗緊，就好似呢個自由廣場咁樣講嘅啫。唔會嘅，唔會嘅。一樣咪保留翻咩台灣咩經濟文化咯。其實仲好，即係綠營係揾國民黨做藉口去同共產黨攞啲係啊，攞啲。唔係，同埋仲有一樣嘢，對台灣人嚟講，佢覺得我揾民進黨同你共產黨談判，係我放心啲啊嘛。係，即係以你過往咁強硬嘅風格同埋立場，係咪？即係你咁話自己保衞台灣人啦。亦都確實係好台灣人嘅本質啦。咁揾你去丟係咪會好過揾國民黨啊？係咪？尤其是你經過陳水扁去撕裂即係個族群嘅矛盾嘅時候，嗰班就係即係賣台嘅，呢班人就係省籍都唔喺台灣嘅人嚟嘅，所以一定會即係出賣我哋咁樣。咁咪啱咯，咪揾民進黨自己有去談判咯。唔係啊，但係今日又有個好搞笑嘅地方就係咧，即係大陸嗰邊都講到明啊，就算政黨有輪替咧，
都唔會影響咧，即係呢個辦事處個名，亦都唔會影響即係港台嗰個關係。即係佢有好應該係咁啦，唔通話民進黨上堂我收翻佢咩？你又當阿爺真係我真係想佢講呢句啊！真係想佢講呢句係嘛？黐線嘅咩？但係我冇諗過即係嗱應該咁講啦，嚟緊就選總統啦，台灣嗰邊，我自己覺得其實阿爺可能都係搏一鋪嘅啫。嗱，你諗下，我俾晒甜頭你啦，俾你台灣人啦。嗱，你就選咗個國民黨出嚟啦，所以我就俾甜頭你。調翻轉，點知原來台灣人唔收嘅，我繼續都係搞民進黨。其實阿爺都係難堪嘅，調翻轉嗰個。唔係喎，反而調翻轉，我覺得台灣喺阿爺心目中嘅地位係高過香港少少到嘅喎。嚇咁大喎！阿爺嘅心目中，因為而家阿爺係強勢啊嘛，經濟又喺佢度，錢又喺佢度。以前阿爺最驚就係美國佬喺後面即係搞風搞雨搞震啫嘛。係。但係而家調翻轉頭係美國佬。即係睇住大陸佬面色啊嘛，即係尤其是一啲外債問題啦。咁所以反而我唔覺得話，即係就算民進黨上咗台嘅話，你估即係以而家嘅即係 geopolitical 嘅環境嘅話，應該冇乜大變化我覺得。但係又唔係喎，嗱，如果你站喺阿蔡英文嘅角度 ，OK 啦，我到選舉嘅時候啦，即係你好顯然易見就係關於即係即係香港同台灣個關係，以至於中國同台灣個關係，佢係會同阿馬英九係有南轅北轍，佢係用呢佢一定會用呢條 line 嚟 feel 㗎啦，呢個就一定啦。唔係，同埋你睇到㗎，即係啲人唱我哋一樣啫嘛，華民主書院，過去嗰班搞獨立嘅，搞咩華人民主啫？佢邊度關心內地嘅民主嘅啫？點解而家要咁做咧？其實就係一個顯示。民進黨嘅政治嘅方向同策略已經改變，就係佢不可以即係脫離同中國嘅關係，獨善其身。所以嗱，你國民黨講經濟利益啊嘛，我同你講翻我自己嘅強項民主人權，你想統一啊嘛，你搞好你自己啲民主人權先啦。咁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轉向嚟㗎，從來民進黨唔會喺6四嘅時候發表任何嘅講話，今年有。蔡英文講咗啦，係咪？係啊，好唔同啊！今次呢個成個策略都係轉變嘅，即係話佢唔可以逃避同阿爺嘅關係，但係佢嘅面向就唔係咁實際。或者咁樣調翻轉講啊，佢發現根本香港已經冇撚用，要頂得住阿爺，可能就靠我哋台灣人啊，可能係咁嘅咋？唔係，你應該調翻轉亦都咁講，台灣人頂唔住咧，香港仲仆街。其實香港人係應該要撐台灣。喺我嘅角度就係，以前阿爺都唔敢做得咁過分，要投鼠忌器，因為仲有台灣喺度啊嘛。如果你搞埋掂台灣咧，我哋又更加仆街死得快。呢鑊真係大鑊。唔係，所以我哋咪要黐住民進黨。你啫，我冇啊，大佬。我講緊我哋香港人嘅政治立場應該黐住民進黨。我講漏咗幾個字啫，你哋係煞有介事咁樣，大佬。不過冇啊，即係我應該咁講。如果你話黐住民進黨，你已經屈咗落去㗎啦。就係我而家拉翻民進黨過嚟，關心中國嘅問題。都得。關心中國前途嘅問題。你唔係當佢係中國人嚟嘅咩？係。我挑你真係啊！喂，但係我幾個裏邊好搞笑。其實香港人咧對於即係台灣或者即係整個台灣嘅印象同理解咧，真係好鬼死渣。一講民進黨咧，就一定咧話，嗰班人咧係議會暴力嘅，即係貪污嘅。冇用嘅，淨係識吵鬧鬧嘅。國民黨幾好啊，咁樣嗰啲嘅。但係喂，問心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憎國民黨，我唔知兩位係咪？我由細到大都好唔中意國民黨咁叻，就唔會成個江山都唔見咗啦。國民黨咁叻，就唔會一開放選舉唔夠第二屆就已經輸埋個選舉翻嚟啦。喂，仲要第一屆贏嗰個大部係，仲要唔係正宗藍色嘅人嚟。仲有個問題就係貪污腐敗個案件啊，成堆山咁啊！國民黨佢就係因為貪污腐敗由大陸延續到去台灣，所以連個政權都唔見埋啊！就係所以 that's why 先至捧咗個即係不倫不類嘅馬英九出嚟啫嘛。最慘就係你陳水扁自己唔爭氣啊嘛，係咪？咁冇辦法啦。通常呢啲咁樣嘅發展中國家嘅政權轉移就係咁噶啦。有邊一個民選嘅總統冇坐監你咧？南韓金泳三係咁係嘛？盧泰愚係咁，盧泰愚金泳三都係啦，好似係嘛？金大中好啲咯，好多都係咁樣。有乜辦法啊？
係。咪呢啲係民主嘅陣痛嚟噶嘛？如果冇民主，你仲大鑊。咪冚咗佢咯。你點知陳水扁貪污？咪冚埋佢咯。國民黨嗰啲貪污 case，大把嗰時候冚咗好多啦。如果唔係點解台灣人咁憎國民黨啫？佢確實佢嘅施政唔係好差㗎喎。經濟係起飛嘅喎。嗰陣咁啱食住條水啫，我覺得就呢個有少少撞彩成分嘅。咁你咩10大建設嗰啲都吹得下，大佬。不過嗱老實實啦，嗱我估計啊，未來幾句學文遠話齋咧，應該有陸續好多呢啲咁嘅着數掉俾台灣人。先啲過嚟好啲喎，大佬。係台灣嘅國民黨係嘛？台灣嘅國民黨。香港有冇份咧？香港有冇份啊？睇下我哋點同阿爺調啦。唔係睇下你企得硬唔硬。係。對阿爺嚟講。即係唔係話我哋嘅策略係咁啊？即係我咁諗啫。你越企得硬，我咪越要收埋你咯，越要統戰你。咁我哋所以繼續要搞抗爭，等阿爺就跌着數啦。唔係老實講，喂，我有乜辦法啦？喂，我又冇能力推翻你，又冇能力搞獨立，亦都冇能力勾結外國勢力。喂，唯有就係企硬嘅啫。咁我唔衰呢3樣嘢，你吹得我脹啊，大佬。我講多一句，其實咧。香港同台灣嘅政治力量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一定要結合先至得嘅。如果唔係搞唔掂共產黨，下次翻嚟再講。